各位朋友您好，当节目开始之前，有一个真实用的小撇步，甲大家讲，你真会当看到荧幕下面有一个信息窗口，有一个留言连结，请你着5星评价。那如果你听完超级介意，你嘛会当互我抖内，请我食一个碗粿。台湾人讲的《聊斋》，有争议的妖、狐、鬼、怪，所以讲互你了解。本节目由松 Podcast 独立制作。人讲话好话皮无话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第一讲第40回话皮。台湾有一名姓王的少年啊。半暝啊，困袂去，起床散步，在夜半时分的路面拄到一名女郎，敢若看伊摸着包袱啊，就行，惊甲十分艰难。行近一看，是一名年龄在28岁的美妙女子。这名女子面容绝色，双眼妖媕，喙高高片，眼神水灵以外，又搁芳光淋漓的。伊这汗珠对雪白耳后流甲颔管，胸坎若亲像包足地米的肉粽，这过水了后，拢溢甲注出来了。这衫裤就亲像挖了水的旋转共款啊，连花光拢当证明这秘密不在呢。随着伊的喘气，一阵风吹过来，寒味有薄薄啊5月玫瑰甲着乌胡椒气味，甲一滴滴啊。神秘的无质芳气，我毋敢搁讲啊，袂当搁讲个啦。反正啊吼，这王生啊，心内感觉十分的爱慕啊，开嘴就甲问啊：姑娘，你为何夜半独行啊？女子回答：情人，你若袂当了解我的忧愁，无你是咧问啥咧？王生微微啊笑咧讲：姑娘啊，你若有啥物要求，也是我会当效力的，希望你毋通推辞啊。女子悲伤的回答：我的爸母贪图钱财，甲我嫁予一个好野人做小妾，哪会知影因个大娘囝十分的酷刑，对我安尼日拍夜骂，我无法度忍受。我就想要远远啊逃走。机会来啊！王生就甲问啊：那安尼，你要去到倒位咧？倒风之人哪有定数？就亲像长线的风吹，飘到倒就是倒咯。无安尼啦。阮兜离遮无远，你来坐好无？女子十分的欢喜。这个答应啊！王生替伊赶着包袱啊，领伊一同回到了厝。入去了厝内，这女子四下一看，见无别人，就问啊：公主，恁厝底的人呢？哦，这是册房。有时阵有人来摒扫以外，平时啊拢我家己一个人。安尼哦。公主，我是想讲，你讲啊。公主，我是想讲，你讲啊。人讲相逢就是有缘，小女子孤苦伶仃，这间厝真好，又搁袂打扰着恁厝内底的人，是毋是会当互小女子伫遮住几工啊？如果你可怜我，互我活落去，请你保守秘密。毋通泄露消息。王生甲答应，甲伊藏伫册房当中，过了几啊天，别人也毋知，是好意收留，是金乌宗教。
后来，这王生隐隐约约甲因某讲，伊日前有收留的迄名女子，过程撇动就轻，因某姓陈，正怀疑讲即个查某囡仔可能是大户人家的姬妾，惊会惹祸上身，劝因翁婿甲赶互走。这王生无要听啦，要看听会落啦。这头无离派啊，这一去不回头啦，得养伊啊，当然不回头啊。亲像巧克力豆，只容你苦呢。爱情来时，拢是安尼啦。一日，王生到市场去赶集，拄着一个道士。道士望向王生，惊奇地问：“施主，施主，你最近敢有拄着啥物？”最近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无拄着啥？你身躯邪气盈色，应动发乌，敢会讲无拄着啥咧？王生反复否认，道士则摇头离开。道士哪行哪说头紧，真糊涂啊！这世间有四种人头，而不觉悟之人啊！这王生啊，听这道士讲了怪奇，心中嘛开始怀疑迄名女子。毋过转念一想，明明是美妙女子，要靠可能是妖怪。心内想讲，可能是道士借着降妖毒怪来骗食怪界。无偌久啊，这王生转去到伊这个册房的门骹口，看到内门的门大起来，袂入去。王生心里怀疑这个女子的行动，就对这个墙仔边啊，拍这个缺口啊变过，而且看到内门啊关着，伊煞捏骹捏手啊，来到窗仔边啊，头前偷偷甲开看。你敢知影伊看到啥？王生敢若看到一个面目狰狞的鬼怪，青面獠牙，目睭大如牛目，兔牙鼻挑天，头毛像松水，耳尖又搁倒水，喙齿像骨板安尼，甲这个人皮铺动面床顶，手握彩笔伫遐咧画啊画啊，画完了，摕起这个人皮啊，像咧浸衫安尼啦，又搁披动身躯顶啊，看迄妖怪。用迄手指，甲迄皮钉起来，甲拧的所在钉互暗，钉暗了，随即化为一个美妙女子啊！恐怖，恐怖啊！王生见了此状，惊甲尿都闪出来，连魂魄都无去，像狗安尼爬出来，赶紧去约迄个道士。啊，毋过迄个道士毋知影去倒啊，伊一世界寻找，最后当自己找到道士。伊一直跪求解救，道士讲：“无赶伊走吧，这妖怪也真苦，等咧投胎拄啊才找到会当代替伊的人，我也不忍心伤害伊的性命。”讲完，甲一支蟒梳仔交互王生，叫伊甲这支蟒梳仔挂在困房门上。临别的时阵，甲这个王生约定，当7日后青地庙前见面。王生转去到厝啊，就毋敢搁去册房啊啦，随着甲这个蟒梳仔挂在这个门骹口。到了暗时1更左右，1更就是暗时7点到9点，听到门外咔咔咔的声响，家己毋敢去看啦，叫因某去看啦。因某看到这名女子来，徛伫门外，见到蟒梳仔毋敢入来啊，徛伫遐家己切气啊，真久才离开啊。结果过了无偌久，这妖怪又搁转来，拍动这个门骹口，催你着骂啊！臭道士咧，甲恁祖妈下囝，啊若无搞喙的肉敢给我吐出来！就摕了这个蟒梳仔，就甲溜好喙，拍破门，就弄入来。冲起你那个门床顶，双龙抢珠，划开王生的胸坎啊，甲伊的心脏拆落来，碰着伊的心提走啊！王生因某当边仔咧喝救人，这早间啊摕蜡烛来一照，见着王生已经死啊，胸坎啊内底血流甲一世界拢是，剩壳
王姓因某又搁惊又搁怕，哭也毋敢出声。第二天，王姓因某和王姓的小弟去甲道士讲，这道士听了这代志了，愤怒的讲：“我本地可怜伊，希望伊知难而退。这个妖怪竟然这么大胆！”随即就甲王姓因小弟转来到厝。转来到厝了后，发现这名女子已经毋知影去倒啊。这道士举头一看，哼，这还未倒远，开嘴就问。这男婴是虾米人的厝？王姓小弟讲：“啊，是阮兜。”安尼真当恁兜啦。王姓小弟惊一跳，讲：“无啊。”道士问：“敢有无熟识的人入来？”王姓小弟回答：“我下早啊去清地庙，真毋知影安那，我入去问一下。”念伊一个仔就转来，讲：“可能有一个下早啊来一个阿送，讲想要来阮兜互阮做干，阮某无要收，真搁当遐。就是伊啊！因做伙来到南院，这道士手握刀无剑，立当院中，随着开喙称呼啦：“妖怪，形外放出来！”这老太无人乌来，惊慌失措，面无人色，出门想要逃走。道士赶过，一剑插着伊，妖怪倒落，人皮哗落过来，化作一个妖怪，拍动涂骹动遐咧吼，像猪仔共款。道士用木剑挂下亚当啊，妖精随即化作一缕乌烟，围动涂骹一洗。这道士摕出一个葫芦，挽开塔仔，放入烟堆当中。这葫芦嘴啊，就亲像人咧输开共款。无偌久，就甲遐烟拢输入去。这道士甲这个葫芦嘴托起来了，滴入去地仔当中。这众人一看，迄张人皮啊，目、眉、手、骹五不齐背。这道士啊，甲迄张人皮像画卷安尼啦，甲安尼卷起来，嘛要滴入去地仔当中啦。这过是要走呢。这王姓因某单势拜倒在地，挡当门骹口。哪哭哪祈求，这个道士回心之法啊！这道士写出讲啊，无法度。这但是啊，搁较悲哀，拍动涂骹，无要起来。道士沉思了真久，才讲：我的法术搁浅，真正袂当起死回生。不过，我指点一人，伊可能有才调，你去求伊，应当有效。这王姓因某问讲是虾米人？这道士讲啊，这市场有一个小的，特别是倒动这个屎窟当中，你去试看卖，甲磕头哀求。那如果伊若侮辱夫人，你千万毋通生气。这王姓因小弟李龙也记掉了这个道士的话，拜拜了道士了后，甲因阿嫂做伙去市场顶悬。敢若看到迄个记者同路人安尼，笑笑颠颠啦，同遐咧唱歌啦，迄鼻哥老有3尺长啦，垃圾甲人人拢甲气嫌安尼啦。这单身哪跪哪行，到迄个人的面头前，这记者笑讲啊，美人你爱我吗？这单身甲讲求伊的缘故，这记者，人人拢会当是丈夫。救我！伊要创啥？这单身苦苦哀求，记者就讲：怪啊！这人死救我要救我，我是阎罗王吗？生气也着怪啊！讲这个单势，这单势忍疼挨拍，市场顶悬的人愈来愈多，围起来就亲像一道墙。后尾迄个记者。揢出一把炭，夹到单色的喙前，讲：甲食落去。这单色满面涨红，神色微赧。毋过伊阁想起这个道士嘱咐的话，伊就勉强甲食落去。敢若感觉这个入去到脑后的时阵，定甲像个谜团呢。
安尼硬吞落去，纠结结动即个胸坎当中。我买迄个去食，这美人爱我，这美人爱我，连伊就徛起身，也不回头看，就甲你走啊。这单色就缀了伊啊，入去到一个庙中，想讲要甲求，煞毋知会去倒啦。你找前找后，一点踪迹都无看诶。最后又搁后悔又搁恨，就转去到厝。看到因迄翁死甲遮尔悲惨，又搁有够后悔，食着迄个小人的烂，强要见消息，强要见消息啊！但愿安尼立即死去。才拄啊想要摒扫着遐血迹，修炼王生的尸体，记着遐厝内底的人拢戆戆起来，无人敢挽上前。这单色抱着王生的尸体当遐咧整理伊的床哪整理哪哭，哭甲安尼浩然不容。随他强要冰白伊原本纠结当伊即个胸坎中这物件，强要撞出来安尼啦。等伊回过头来，即个物件已经落dans即个王生的即个胸坎当中。随甲看，是一粒人的心脏而且当个胸坎当中，搁当个砰砰跳小气叮叮搁呛烟呢。哇！所有人拢着惊赶紧摕手就甲即个胸坎合起来，赶紧摕迄个鞍线甲迄个绳固定好起来。绑了伤暗是搁小可放较灵的。对迄个芳内底喷出迄个烧气，这单势甲衫撩开，甲伊人这身躯煞甲填起来，用手摸着即个尸体，感觉伊慢慢有体温安尼，伊咧连面甲即个棉纸被甲盖起来，半暝掀开一看，因人开始喘气到天光的时阵，因人就活过来。这王生搁家己讲哇！这我敢若袂输当梦中，敢若感觉我这胸坎晕晕疼。看这破的所在差不多20公分遐大的空喙连伊就生活来。最后这王生活过来好呆世俗人，明明的妖怪。看做是美人，美戆世俗人，明明的忠实当作是奸臣。看到好的女色，就想要勾引的人，家己的某只好食别人的喙烂，而且爱感觉甘甜。上天是公正的，一报还一报，只是好呆又搁美梦的人无觉悟罢了。可悲可爱。所以今仔日的日期话是画虎画皮无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过了200多冬这故事有缘有效。这本册我20冬前看，甲20冬后看，感受是完全无同款。成年人的世界，欺骗、隐瞒、暗藏，拢嘛是一个碗公藏一个白贼。毕竟你有偌济真正的物件会当摕出来交换？这时阵假的就比真的好用我看到的世界，确实也是安尼。所以为着这层皮，人愿意忍受着疼，做做付出代价。因为人讲爱水毋惊流鼻水整个一个专门咧画皮叫 plastic， 谁叫时间就是抓袂牢咧？如果你也愿意做手，人就愿意在你的身躯顶开时间，因为想要找出真相嘛。虽然找来找去拢是假的，毋免烦恼，钱赚着。正是2022年，我是苏的。